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代娇娇。今朝粉丝让我到昆山去吃安仔面，现在马上出发。那个人多里啊？走进交通的2700。你阿里买大概？这个是什么？义卖手，井盖馒头。这个呢？老盖呀，不好，再义卖贵。苏州不得了，最低里向才用那个老盖，侪是个师傅做的。有点点钩子的了。蛮喜欢做饭的。你到李阿姨家拍人家送咱钩子，看你家眼来怕钩子。你那寄来干哈？看得完。你也是到1年级？对。我来看看那2个字啊，蛮嗨个晓得。3人也能够到还是关键看的也是个块脸。是的。神奇事啊，现在阿里塌头发来噻，你得顶也没有。对。你倒么人家倒？不懂。我到里拍子视频，人家才讲那个天王漂亮的嘞哈，可不得不得了，眼睛大，耳朵大，侪是讲你下来讲苏州话噶，啊听见啊？那个都是家伙啊？对呀。哎，你那边多个老公改了哈？谈恋爱的时候跟我说168，后来生病住院了，不是要登记身高的嘛？他说164。哎，你都老公兄啊，真个胖噶？把老了几斤了？这个辰光老了几斤？乖乖，他杀他人哇，也是夸张。哎，漂亮弟弟啊，你过来，我讲苏州话，你听得懂吗？听不懂。哎，你5一3天，老师布置了多少作业啊2张是跟课文1到课文10汉字组词。讲话有点抖了嘞。哎，怎么会？哎，第3谁也是这个样子。拼音了啥？到打针的家？不正啊。你去之前要不要把作业都做完啊3张是真的做完了。哦，我说我带货啊，就现在陷入一个瓶颈期。比如说你去介绍这个品啊，是啊，你就看人哒哒哒哒哒哒哒往下降，我就会说把品下车就聊天。那么聊天嘛，又聊不出实际效益。你是一个心理障碍，你是一个想的。我俩开饭店，有30个人、40个人进来，我就不错噻。你现在看的人民上那开摊子，哪有多少人？这确实是。你现在各种菜市场摆进去人也没少。我上班车还上单2000多，我认得嘞。但我有啥得讲？你倒还不来忙我么子干？上来上去上个出米了，有啥个晓得呢？我就是想做自媒体，但是所有人给我的建议就是你不能做自媒体。粉丝都讲得是蛮对的。如果你到老公还辣海，你有稳定的工作，咁难做做对应，可以的。你现在如果一家门3个人，吃喝拉撒侪你一个人负担，你要全部看对应，哎，原地踏踏空空。那个视频的缺点侪是被人发出去，就是感觉胖，胖么让你去胖一种啊。但是我好像就是心理不够强大。金满元，你辣衣裳袋里向做啥哈？放乌龟的水。哎呦，2只得啦，带出来让到自由活动。哎，你那做点啥菜？你现在讲欧猪烤，自己手浪向个啥个骨头呢？不知道。肋骨。谁说这人讲个肋旁骨？老师有没有讲过啊？没有。你问呢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哎，你说呢？就是这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说这句话，你怎么知道的？那个人你不会得配合。我跟你讲，真正做事没几个人，上头风里下边只个字，就看你能不能发现。他给你呀？什么钱？啥？CSA 搞不好吃的哦，有点收的。昆山跟苏州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绿化真的比苏州要好。一搭树多，老师也多。你如果讲一拍3视频了，一种才是素材。在那一出来看，哎呦！好啦，那素材来着哇！这具体拿点技术，看起来个声音。好，唱唱几首哇！你要是觉得拍视频没内容，对我眼睛高头看出来侪是的呀。你叫才好出来几日天？24好出来了。我昨天好像都闯个红灯啦。可是今朝又拍到一只对了哇！